新年头，旧年尾有真侪人拢会放烟火来庆祝，也毋过伫咧宜兰和平公园，所有民众这烟火放煞了后，拢无整理，有的甚至是还未点过。环保局就表示讲，这烟火乌白弹上济会罚6000块，也提醒民众爱发挥公德心。若阵这个炮啊还未用过，但去粪扫车恐惊就会引起爆炸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。 宜兰和平公园草埔拢是炮啊粪扫是春节期间留落来，公所清洁人员无闲清理装地啊，一天用1500地以上，有民众就表示真无水准，因为应该会源头管理减少卖炮啊。这不用讲了，这一定的啊，他怎么有可能把你用一用就把你用了？真的，就觉得这样行为其实不好。这个厂商不办，他就不会了。 清洁人员阁发现部分的炮啊无放完，直接阁平伫涂骹。没放完的，我看见，不然丢掉哦。它垃圾车就会爆炸。这无放完的炮啊，直接平伫粪扫车内底，有引起爆炸的几率。民众拿炮啊粪扫行为，有将和平公园地面引用废氢法来开发。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污染地面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。 的规定可以依同法第50条规定处以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。环保局表示，依法凊彩平炮啊烟火废弃物，而且污染地面，应罚1000至6000。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，除了维护环境，也避免受罚。也请各地管理机关爱积极管理环境，恢复美丽宜兰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